学哑语。你耳说林伯年母亲点点我眉，他要擦他们眼睛的点点泪水。你熬他要，你熬说，所以又说这个历史他在那里说一下说，但是呢这个字不好找，这个说字不好找，就写个叉字。其实呢可能有这个说字，因为呢这个楚国语不是汉语，可能有这个字，但是不好找，因为汉语字典里可能找不好这个字。他们要查他，你熬说林伯年，他们的母亲，他们眼睛，母亲点点我眉，这个就写成一个泪字。这个眉这个木字它应该读，这个泪字应该读木，所以说我眉泪水泪。养来节，养来节从这里过，买卖海盗找，没有哪一个合同，找就是愁，说就是擦，就是说，已经有类似的说就是擦，这个说字可能有，也可能有这个字。林伯年他们的母亲就是眼睛，点点泪水，我眉水泪就是泪水。它这个词呢跟苗语词我眉水跟这个东部苗语词五眉是一样的，这个泪水泪跟苗语词是一个词。养来节从这里过，养呢我认为是一个形字，应该是一个形字，从这里走过应该是个形字，但是它变音了，也可能它就是个羊就是行走的意思，也可能是个形，也可能它读音是个羊，所以写成一个羊字。养来节从这里过，买就是不有是方言说有不有人呐，没有说成不有。买海盗找，没有哪一个发愁，这个人这个头呢就是一头人。比如说汉语说一个人，他说一头人。海盗找，哪一个发愁？你儿说林伯年母亲点点我眉，养来节买海盗找。其实呢我做了不少视频，有2000多个视频在那个里面不能下载，它有一个什么云盘，说是要买它这个云盘才能下，但是呢虽然说钱不多，但是呢它会自动扣费，而且可能你停不下来，所以说我就不买它这个东西，就是上面做一点。